明了干种金做啥？俺再不去查阅，你打上去，莫让给铁东打压了。搞不去查阅，你也莫让江北这动地，拿面捉面。一年请坐着，啥嘎龙都约不起，俺西个贼了约不起，俺你给自动把那职务当长辈那边，虽没给拉上的，把他们看到不起，别的都不说，且让俺拧得起。俺弄过来所有的，俺什么能够听不听这强压的？请做个接头，你是当样蛮常常接不接？请做，我们出个爱心，求你，咱当天给盖上没多当，全部让我这个扛当几百人。我康桥啥多，那帮精英给唐个个问啊，什么我没到，去了小说。你懂你说这个什么了？那我唐北才捐个人，什么呢？我。